嗱，你按行發生嘅是家妻嘅家庭度，生下心 Q 甲間陽唔合，生下間陽甲心 Q 唔符合，世界要相壓，要相嬲，要相隨，心中道理啲唔分氣。嗱，兩種人為了分了太多上下，心 Q 甲間陽嗱，樣班人啊，上帝來甲伊同齊啦。要上帝來甲一家天大一家啦，因為得呢個經書2哥林頭13、17節樣講到，因為咗上帝靈沒有上帝嘅靈該要脫離，這樣人是該要上帝嘅同在，打開心信任上帝，耶穌基督是個救主，叫個聖靈落喺個心中，聖靈落喺個心中，天大是個脫離，要不壓。要唔感人，要發聲，要突突隻隻心中道理唔好嘅，對心 Q 唔好嘅，對家養唔好嘅，聖靈帶出個脱離，因為佢帶出個得勝嘅路，帶出個得到喜樂嘅路，帶出個得到歡喜嘅路，帶出個得到平安嘅路，心中度唔係要不壓，心中度唔係要相隨鬧，心中度唔係要相隨小樣嗱，因為沒有上帝嘅靈該要脫離。這樣謙卑嚟求上帝嘅恩典，嚟甲一個同在，阿門。